香港第3届金瑶如新闻自由奖星期一颁发得奖作品，多个揭发大陆现状作品获奖。与会新闻工作者及学者呼吁捍卫新闻自由，反对大陆式的公权力侵袭香港的新闻和言论自由。今届共有28份参赛作品，其中描述大陆访民的上访获电视传媒主大奖。获奖的有线电视记者吕秉权说：“中國新聞組人員是以一條心和一條命和中共博弈。”呢啲老百姓一啲小人物嘅故事，佢哋講出係自己嗰種血淚嗰種嘅深淵，佢哋好想揾地方發聲。中國新聞個採訪環境係好需要我哋去捍衛，同埋好需要我哋係努力去爭取個突破。他說有一次訪問一位曾參與核試感染輻射導致子女畸形的退伍軍人上訪，結果他們的司機被恐嚇，電視台駐北京的辦事處被騷擾。跟住電話又受到一大輪嘅滋擾啊！啲國保又透過我啲同事又同我哋講，就話我哋行得太近啊！話我點解我哋咁中意同嗰啲上訪者接觸啊？即係呢啲咁樣嘅旁門左道嘅嘢啦。浸會大學傳理學院助理教授杜耀明表示，03年後香港的新聞自由逐漸被侵蝕，尤其是中共對香港媒體的干預已經到了明目張膽的地步。我哋擔心或者我哋唔接受就話佢係用緊共產黨做嘢嘅邏輯或者慣性嘅操作，去削弱言論自由空間。但係呢個做法就係其實就係好類似內地操控傳媒嘅方法。新唐人記者林秀儀在香港報道。